我离开故乡的时阵，阮老母讲啊，你若去台湾吼，因为阮庄稼人嘛，阮老母也无读过书、读过册，所以伊一定会交代讲咯，你若去台湾，你要认真打拼，若去拄着歹人甲你欺负，你若食亏的时阵哦，你免失志，你爱记啊阿母甲你讲的话。加油加油！总有一天，因为好人会出头天，歹人会无生命嘛。我相信阮老母的话以后，来到另外一个环境的时阵，我才发现讲安尼啊，行袂通呢。是哦，你这个世界甲你讲的无共哦，遮歹人足多，而且因阁无受到天公伯的惩罚。是，因若阁做大官，你啊看乌头啊车，全部人遐歹人。啊，你向天然，阁财产阁会使留互后一代。像我听阿娘的教示啊，哈，听阮老师的教示。我哪有甲遮忝？我哪会遮忝？我当袂出头天安尼。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今日咱的节目伫咧台北专业的录音空间录播课来录制。录播课是由一阵包含着新闻主播、导演、美术设计、创作歌手、网络名人所组织的专业团队。不管是 Podcaster 也是 YouTuber， 只要你有创作的需要，拢会使考虑因的服务。详细资料就放伫咧说明区，互你做参考。听故事偷心事，台语话万事。大家好，我是阿德，希望你今日平安顺遂，过了欢喜。伫咧大话头一开始吼，就想要先来讲一个小故事，甲咱今日来宾有关系。我捌有一届吼，家己去一间素食店，听清楚是，毋是食菜迄个素食吼，是食肉迄款素食吼，素食吼，就是人讲即个因的内塔才是本体迄间啦吼。我一个人坐伫咧二楼一个角啊，隔壁来一位理事甲一个阿嬷，即个理事吼就围经好了，就讲要去楼骹要看要食啥，伊就甲迄个阿嬷讲：妈，你久等。伊就甲咱咧讲尔吼，那好啊，互咱听友3秒钟的时间又看卖。我拄仔讲迄句“你久等”是啥物意思？毋知大家有着无吼？因为即句吼绝对毋是讲你久等的意思啦吼。到底正确答案是啥咧？咱请今日来开讲的这位朋友吼，来甲咱听友一个开破一个，嘛顺续来即个自我介绍小证明一下，好无？赖特好吼。亚特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马迪啊。头先迄句话意思就是讲，你来就等，你在这边等，我来去点食的，互你食吼。对，迄是因即个大家啊，阮会讲大家啊，就是伊的即个大家啦，大家啊，阮讲大家啊，都找大家做伙去食物件呢。所以今日宜兰腔甲金门腔。是，有一寡真济，咱今日听的即个腔口内底有真济对应，吼，是安那会讲到这，就是因为即个腔，迄时阵我听着隔壁安尼讲时，我就有一个奇怪迄个前仔就弹来知影，我想即个腔我敢若知影，就我所在，台湾大部分所在，若读遮即个字就是读到遮较济吼，那我。唯一知影讲会读做石的，就是敢若金梅吼，所以我讲金梅啦，所以我就去甲因即个小姐妹一个吼，讲想要请教一下，恁敢是金梅人？伊就惊一条讲，你也知影讲，因为你即个讲法敢若金梅，我知影敢若金梅有安尼，所以事后就甲伊小可开讲一下。毋过我较无彩，就是讲，伊真趣味是，伊甲伊的即个大家伫讲话的时阵，伊都会用金梅腔讲话。伊讲伊是小金梅啊，小金门的腔甲大金门的腔有淡薄。对，但是伊只话头甲我讲话啊，我一直甲伊用我家己的语言讲话，但是伊也是用华语来甲我应吼，就是伊讲两句了后，就敢若挡袂牢，伊就换转来。我无确定讲伊拄着的问题是啥，但是我想这也是真侪人会拄着的问题吼，所以这物件咱难免嘛会去小可讨论着啦。那今日来甲一个咱的节目内底。除了，互你替大家解破者，讲即个到底即个你久等是什么意思？以外咧，当然是因为你有一个新的专辑出来嘛，即个专辑5年外对无？听讲是第6张专辑。第6张，所以我今日来这节目，除了讲台语的即个问题议题啦，莫讲问题以外，就是第2个上重要，其实是要为我的专辑叫做《猫咪人》做一下宣传。即张专辑离我。
顶一张差不多5档，当然这为什么会安尼？当然这是因为这中间有发生足侪代志，所以拖遮久。但是我感觉拖嘛无毋好啦，就是有足侪功课，我有甲做完成所以到这个时阵时机就会出一张唱片，叫做《猫咪人》，希望大家当去捧场啊！你若听了好听啦，无一定我毋是讲路漫一定爱叫你去买，就是讲你若感觉好听，嘛那拜托你去迄落捧场者啊！对，其实我当然全部拢有听过啦。我讲这是在我家己伫听这几年真侪无共款各式各样的即个台语歌、台语的专辑出来。你的物件，我感觉更较成功，真正是一个人去看待家己的过去所写落来，记录我家己的过去的物件，就较像即个日记，你知影？有的人像有的人有写日记的惯势，我是无啦，但是有的人有即个惯势，那有的人反正会甲即个作品当作家己的日记共款，是讲记录人生无共款阶段伊的心境啦，伊的变化。我讲这是伫咧听你的专辑的时阵，较无共款的所在。毋过你专辑嘛出已经5张、6张、第6张去啊。甲进前即块平平台语的专辑，我台语这个属性暂且互我用一下，咱难免会讨论到台语这个事。好，这个专辑进前嘛有台语的专辑，你讲过五档了，就像你刚讲的，过一段时间无一定是歹代志。那这5档内出的这张专辑，甲过去你感觉敢有啥不共款？我甲我的这个唱歌的这个部分分做2部分。第一部分是我开始1992年的时阵出道嘛。到差不多2002年的时阵，这一阶段，因为我迄当阵阮老母破病，是阮金门人嘛，阮老母讲伊要落叶归根，伊想要倒金门去过伊后世人。所以本地伊有踮伫台湾，真是，伊中风以后，我就爱有人去倒去金门照顾。是，所以当中我就讲无我倒好，因为阮的兄弟拢有正常的上下班。食工食头路嘛，伊无法度像我安尼讲，较自由，想要转去就转去。是。所以我就迄当阵转去的时阵，离金门过伊差不多10档。这10档进前的即差不多15档。我只好25号、24号出道，转去的时阵差不多是35号。所以这10档有出3张，这3张算一个阶段啦。你迄个时阵就是一直安尼走来走去啊。你10档。安尼个法度出3张专辑？我无要创啥，我根本就无法度做其他的代志。我无像你安尼教话，会使一直主持节目。迄当阵我无啦，迄当阵就是做10档要出3张专辑嘛，无遐简单咧。因为我知影你大部分的作品拢是你家己创作嘛。是，而且10档3张3间无共的唱片公司甲我发行。对啊，所以厉害哇！你倒一间，伊个会出现一间。你当时因为你。来往这个台湾甲金门，其实是爱照顾家己阿母的关系嘛。迄当阵也无啦，迄当阵也无，我是用过后，10档进前拢伫台湾，阮老母。迄个时阵就是发展你遮的唱片的工课啊。我来发展我的事业。迄时阵阿母嘛伫台湾。伊热人的时阵，会转去金门。是。因为寒人的时阵来台湾，因为金门寒人的时阵会到零下，我讲体感温度啦，会到零下几度，而且会寒死人，寒甲骹拢会逼切的。所以这个伊也未出代志进前，伊就伫金门甲台湾来去。是伊家己会走来走去。但是阮过年的时阵，一定爱倒金门过年，是看阮老母里着。阮就去阮老母徛迄所在过年嘛。是。然后妈妈在家就在哪里？迄时就是安尼啦。有影。这差不多15档吧，10档的时间我出3张。但是我毋是家己一个人，我有家己一个人，佮甲我家己一寡乐团朋友所合作的唱片，出3张。3张以后，其实我感觉事业拄要起飞啊。是，因为我知影你早就有算讲唱片公司真早就看到你的，你算讲早期真顺利。拄着阮老母迄阵代志，大家无法度倒去告伊。我就讲，我就自告奋勇讲，无我倒去好啊。你就甲只放下，无法度啊，对无？因为阮兄弟因拢有家己正常的头路，因拢有家己，因娶某生囝也有正常的头路，所以要转去即件代志，对因来讲是一件足困难的代志。所以迄阵有讨论着关，有人提案出来讲，无甲老母送去迄个养老院。是。我讲你
开什么玩笑？你知阮兜几个兄弟啊姊妹9个啊，嘿， 9个你甲安尼送去养老院，嘿，我无法度通接受，无法度通接受，我就讲无我倒去好啊。反正我家是因为我无结婚嘛，我的工课是自由的，所以迄当阵你讲偌红嘛，无偌清啦，就是转去安尼啦好啦，无你逐个莫吵，我转去照顾伊，照顾伊啊10冬以后，我搁转来台北，到今日2025，我2013，我都差不多12冬，住喺台北，差不多12冬，我搁出3场。所以你这段时间咧来回的时阵，应该讲你为台湾搁转去到金门，你照顾阿母嘛？咱定定讲就是看袂落的人去做啦，当时是心软的人去做，嘛是心软的人去做，无毋对。因为我伫遐咧教的时阵，足侪阮哥哥因同学啊，厝边隔壁转来啦，伊就甲我讲，哈，哪有法度啊？你心较软。其实大家拢知影讲是心软的人去做即件代志。我想大概我伫摇了，我毋知影，因为我相信嘛，真侪金门的人是来到台湾生活啦、食头路啦、做工课吼。那因可能拢会甲你面对共款的问题，就是今日有一天阿爸阿母像迄阵我听你讲安尼，我讲真趣味，我家己有当时伫厝嘛是讲安尼，我嘛定定讲安尼。你几岁啊？这个会所阮都不便伫咧广播节目内底头路。嘛，当然是比你较减一丝啦，但是嘛袂差甲伤济啦哈。但是你看到我看起来都差真多。无啦，主要是因为有当时是讲话关系啦，我家己这歌戏看伤济。但是我对，比如讲咱人离开家己的故乡了，必须爱回到故乡，这是必须即件代志。有当时有一个感受，会看到真侪人是安尼去做这个代志。那一般拢是为着厝内的人，那比如像你讲，你兄弟姊妹遮侪人，有当时我会想起一句话，较早我嘛定听着讲，无讲介好听，毋过我讲这会使甲大家分享一个，一句算讲俗谚啊，讲死爸路头远，死母路头长。我毋知你我毋捌听过咧。这个意思是讲，阿爸过往兄弟姊妹之间，大家烧酒碗来，大家做伙转到即个旧厝啦，吼，转到阿母住的所在。机会就已经变少啊，因为减一个老爸伫遐。到阿母嘛无伫哩，阿娘嘛无伫了后，兄弟姊妹看有通过年时见一面，算讲了不起啊。你讲到这个，我突然熊去想到最后一天。阮老母过身以后，最后一天就是大家送葬送了啊。阮所有兄弟姊妹离即个天井啦、亲戚，要翕相。要翕相的时阵，阮二兄就伫后壁，伊就讲一句话，伊讲今日。即个上翕的以后，大家就是树倒猢狲散。但是我迄阵心内听了足感慨，讲我心内里 always 讲，敢会使莫安尼，咱还佫会使三无五时啊，少少的吼。大家食一杯啊，但是其实有当阵讲，迄是兄弟啊个性的问题。我佫有因厝内底一寡问题，我感觉迄若是有一点仔困难的。比如讲，我即摆逐年清明我会倒去拜拜嘛。是。但是无。其他的兄弟也无一定会想要转去。歹势，我先补充一下，因为普遍听有可能普遍上江腔听较济，所以毋知影清明的清明这个意思啦。恁讲清明清明嘿，我知影转腔是清明，安尼讲法嘿。对啊，所以即件代志对我来讲，我会感觉足难摇的，就是讲为什么安尼的个性啊？那像比如讲最忌啦哈，清明一年只能一间这两项上重要的代志啊。有诶拢无倒去对我来讲，我心内足艰苦诶，就是讲送老母若无倒诶，咱就是亲人尔，咱毋是个兄弟姊妹啊。迄款感觉。所以你伫讲交诶兄弟姊妹诶时阵吼，我嘛知影讲阿母当嘛无伫哩啊，所以我就头壳内底浮现的，就是即句话，我就想要知影讲，是毋是对你来讲，尤其国较远啊，因为可能真正兄弟姊妹嘛是伫咧台湾，我伫摇。对。嘿，所以我想即个路途。已经毋是讲足远的问题，已经是有对凡世有几个是你会感讲，甚至你一年真正见袂到一改面。有当阵啊，比如讲过年的时阵，阮姐就讲无你来阮的过年啊，我就会去啊。但是过年食这个年夜饭食的，食这个倒去，都家己的心内其实就感觉足孤单，就是这厝剩啊我家一个啊。你会感觉迄就是因一家伙啊？当然，一人一家带迄个感觉，其实是无法度啊。人敢若甲一个伙了，你就是爱面对
兄弟姊妹甲你做伙大汉，一个消息嘿，冤家相拍甲大汉，做伙耍甲大汉，做伙互相扶持甲大汉，最后也是结婚生囝。四散家己去外口生活了，就是一人一家带啊，迄就是你的家庭。咱叫做咱家己的家庭，做原生家庭嘛。但是原生家庭也就是原生家庭啊。所以我伫知影你的经历时，我就一直会想起即句话。我就想讲，我相信你一定会有一寡，尤其是做金的人，我感觉迄个感觉应该是搁较深，还是讲搁较有通理解的。迄三昨日拄啊发生的代志，咱两个搁咧烧酒，暗时啊出去放尿，因为寒到要死啊，搁惊鬼，你知？啊，金门暗时啊6点宵禁，外口拢暗暝烁烁啦，啊，搁风就是迄东北风，啥那鬼哩哭诶，啊，搁死很侪人，823啦，迄个古林头啦，死很侪人，你出去你就感觉啥几啊十箱几啊百箱目睭你看咧，但是毋知影离着，所以你会去招家己兄弟讲，出来放尿，伊若讲你就甲讲，你若毋吼，你若要出去，我若无爱陪你，斗阵去放尿，斗阵佚佗，斗阵去相拍，斗阵去创啥货，但是有一天你发现了，又娶某生囝以后，愈来咱两个人的距离愈来愈远，迄款感觉其实对我来讲是一款足悲伤的代志啊。但是你嘛是爱接受啦。我伫咧专辑内底有当时会有一款的感受，就是有某一款，你讲孤单，还就是或者讲就是一个人伫遐做一件代志，比如讲伫写歌，当然大部分人写歌可能是一个人，但是你的歌内底会有一款感觉，就是你咧看待物件是以一个人的身份伫看待这个代志，人生的一寡经历，我想应该也甲这一切这个过程也有关系。所以对我来讲。写歌就若亲像你写你写日记嘛，对我来讲，伊是较长的日记。是，比如讲，我头先讲几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迄10档是阮老母也无破病的时阵的，迄10档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阶段所以我写的物件差不多应该就是落满时间的阶段，就是我搁兴呀迄个脾气歹到要死啊，迄款迄个落满的时阵，过来刷来第二阶段就是我。倒去金门顾阮老母的时阵，拄开始我其实足不满的。虽然是我家己公婆要倒的但是我心内底嘛是也是有淡薄感觉不满的原因，就是讲我都上细汉的，上少年，30几岁查甫人，我慢囝，应该这时阵恁应该爱互我离台湾拍拼才对，为什么恁？选择嘅你家己的家庭，无爱去承担这个责任。拄开始是安尼但是10年以后，我会记得最后一个阮老母送葬出去，我甲伊塞车，甲一个所有的兄弟姊妹，再到机场的时阵，其实我是有甲因说多谢的。我感谢恁有互我这个机会，再去照顾阮老母，阮老母这后世人这。是我陪过这我就感觉原来拄开始，我迄款心情甲后壁迄款心情是无共。我感觉我是全世界上幸福的囡仔，佫会使离迄阮老母离开的时阵，最后的生命最后一段时间，是我陪伊过。迄个第2阶段，第3阶段就是我转来台湾的时阵，我做的这3张。作品，比如第1张叫做《无浪的卡笑》，第2张就是阮一个青春下酒，第3张就是《猫咪人》。迄个无浪的卡笑就是记了我迄10档，伫迄金门的心情。为开始的迄款不满啦、生气到失望啦，到后壁迄款感觉，这是一段。第2段，阮有青春下酒。这就是转来台北以后，我甲我所有的过去，我想过一个的时阵，甲所有的感想，佮写落来。哪里啉烧酒的啦？最后一张就是头先迄张是人生上半场，就是50岁进行的所有的迄款想法甲迄款感觉啦，就是甲写出来。这张就是我要人生的下半场，我要继续落去，我到底。有什么意义所以我内底这张内底
意义即款代志，时间甲意义内底出现几啊解，就是我对我所有发生的遮代志，感觉怀疑，感觉疑问，哪有一寡觉悟啦、觉悟的物件，到后尾的时阵，歌其实伊是较正面，较无遐尼黑暗的。譬如讲你即条即个时间，互你知影，时间互你知影。其实你就会使看会着讲，人生是为着啥？是为着要去参详。我赶快我会腔人好歹势，为着要参详天师爷吼，心肝比海较宽，小贪甲无命也毋知惊。我想这较像是你真少年的时阵哦，当地事业当要发展哦啊。哇！我未来有真侪通期待，真侪望。我知影我后一步要创啥，但是后壁你爱去面对，转来到家己，转来到金门啊，到阿娘分厝边去甲照顾。那9个兄弟姊妹，你一个人伫遐选，迄个心境，我讲迄有真侪真趣味的对照。我毋知你写即条选是毋是完全会去遮清楚即个画面，但是我当然感觉讲，人伫创作的时阵，你无法度脱离你家己自身的经验，所以迄个物件会掺伫咧你的作品内底。因为我伫听即条歌，我上趣味是头前我拢会使理解吼，迄个转换啦，包含讲得到的失去的拢是生命啦，起起落落、扑扑沉沉、收来收去，找无可返。毋过到后壁迄个新的囡仔拢咧跳舞。转来逝去，圆满对顺，像这物件，我就开始讲，迄拍开始出现了。我迄时阵伫听的时候，我无详细看歌词，我小可惊一条讲，迄个风格，你一条歌内底风格，到后半段雄转变啊。我讲这是一个足趣味的足趣味的所在。这甲你讲的这个过程是有一个对应的，是你当时是你写这条歌时，都是有这个感受，还是讲你家己写到后半段时雄。都去放就放好，感觉真轻松，所以写出来无共款来写，我毋知。答对了，好啦。写歌的时阵，有当阵我写歌会分几啊段时间。是。比如讲第一拍，伊可能是10当前写，中央一拍可能是真写，下一拍可能是拄仔在2工作，因为每一个时间的想法无共，所以写的迄款你对即个世界的理解的方式。都无共，拄仔开始，我会感觉足侪疑问嘛。人生到底是为着啥？是为着要参迄个老天爷提供兵啊？我运命，我什么货拢毋惊，戆往向前行。而且中咱的时间，我即条歌拄仔开始的时阵，其实是因为一个导演叫我写的，伊咧拍一篇纪录片，是新的纪录片。你记录只有足侪人你甲拢光练，就是光迄个甲新桥，对。遮囡仔是因叫做神的囡仔。我感觉神的囡仔就是每一个人拢是神的囡仔，对吧？因遮咧光练的时阵，其实因的骹包有顶嘛，有风嘛，其实到尾伊是咧追求迄个圆满。这可能爱去看因的骹步的人，才知影因咧跳啥好。我感觉人生嘛是共款，有家己这风甲正，就是家己的原则。伊款圆满，就是面对这个世界态度，咱爱安怎去做这款代志，面对这个世界，去感悟到生命的真理到底是啥物货。所以我到后尾迄句是讲，无管你是空金包银啦，但是人到后尾的时阵，都是歹当故写。所以迄当阵导演来找我的时阵，伊希望我写的歌莫像市面上遐，你知影市面上因咧写新名的歌拢是传统的乐器啊，8管6管加迄个摇滚乐。我拄仔开始的时阵，我嘛是想要往这个方向去行，但是冥冥之中啦就是可能神明叫我写的，伊嘛无希望我去舞到遮尔低啦，我感觉爽啦，所以伊阁互我另外一个任务，就是甲即条歌写较文雅的，较无遐尼像传统的迄款因咧写神明的歌呢。即条歌除了你讲神明偌厉害以外，你爱阁去讲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伫倒位。所以，但是后壁一个声音一直甲你讲，你莫去烦恼遮济，你莫计较遐济，你去做就对啊。因为你所追求的答案，时间会互你知影。
时间会互你知影一句话，我听起来就像一款，形容看你当作是一款即个宿命论，就是祝好好即件代志。毋过我感觉你若是为规条歌即个歌词行，伊照迄个理路行落来啊，其实你会使感觉讲，应该是咱除了接受当下的即个情形以外，咱有法度安踏家己讲。刷落来，咱毋管拄着啥，咱拢是一步一步行落去，而且有好诶自有好诶安排。你拄着诶困难，你就会使较有迄个心肝，有迄个安定诶力量去面对遮诶物件。咱定讲信仰是一款安定诶力量嘛，自我诶安踏其实嘛是一款。所以总讲一句话，我诶结论就是活点当下哈。即句话上啊老生常谈，上啊足草酸诶一句话，但是我。人若年岁大以后，你就是感觉讲，哦，原来较早迄老岁仔讲诶，真是真实诶，只是咱无愿意去承认尔。活点当下，你所有诶努力，拍拼去做，会成功袂成功，迄毋是你有法度通决定诶代志。是，但是有做无做，我会使对你家己诶良心诶，迄是你家己有法度做诶代志。你若去做，会成功袂成功，才过来讲。但是你就是爱做就对啊。就是你讲，咱做了风景，才能得圆满啦。那后壁的物件，时间做会互你知影。哇，安尼佫甲我拍歌，感谢。有当时是咱有时伫听歌的时候，希望讲对照你家己的思考的方式，或者讲为别人的生活、伊的经历、伊的过程去对照你家己，那你家己是。有倒也无共款，倒也共款，或者是讲咱内底有共感的是啥物物件？这是我伫听歌的时阵，有当时较注重的代志，所以有一寡感受安尼。毋过像我当一直伫讲，台语啥我讲是占坑，叫我占坑。嘿，因为我感觉台语即个词，当然台湾这今年算旧年啊，然后。这个只要到年初吼，就讨厌，就是因为我袂清楚今年还是旧年但是就是伫咧即个旧年的时阵，当然因为甲正式伫咧官方定名做台湾台语台湾定字我就先无佫讲啊啦台语本身的定名，当然伊有真侪讨论，那嘛包含甲即个客语之间的一寡毋管冲突啦，或者是佫较侪的讨论安尼议论安尼。但是我知影讲真正有发生一个事件，就是讲伫咧金门即边时，因为文化部伊不需要做即个算讲是讲座啦，就是论坛，大家来讨论遮个代志，发表恁的想法，最后去做一个定案安尼。那伊到了金门时阵，因为甲写，敢若是写台语金门腔的款，台湾台语金门腔。嘿，那讲实在，在我家己来听，我嘛感觉即个词研究怪怪吼，因为。甚至你连台湾目前虽然讲无真正伫使用，但是即个什么省是阮的腔啦省吼，就是比如讲什么台湾省啦、福建省啦，嘿，你讲省，阮的腔讲省吼，连即个头前迄个物件都无共款，你知影？你舞一个台湾台语金门腔，敢若我做一个台湾人，我听。怪怪嘛怪怪吼，佫较免讲我的宜兰腔，但是这内底嘛有真侪趣味的所在咧。比如讲，因为我先来去讲起着腔口这件代志，你家己专辑内底其实真强调金门腔的这个腔口特色。那你伫讲话的时阵嘛是共款吼，我无确定讲你对转换做一般人讲普通腔啦、优势腔的这个把握的程度，像我家己嘛是可能，比如讲台湾大部分就算有各自腔口的人，伊是会去转换，一款是转换啦，一款是落去啦吼。你比如讲你台北生活久啊，你家己的腔口定定会落去，这是最正常的代志。落去就是脱落啊嘛，就是讲影响你个通话。嘿嘿，有的是词本身落去，有的是你的腔脉落去。比如讲台南腔定定讲的养的迄个音，伊嘛拢无去。比如讲冰箱，嘿嘿，冰箱听久你就袂记你较早做冰箱。就像即款情形，宜兰人嘛共款，宜兰腔遮侪稳的音嘛会消失，因为对足侪人来讲，迄是一个足特殊的发音。对。所以大家有当时为着惊歹势，咱会转换做一般腔，包含其他鹿港讲全腔较重的所在啦，海口腔共款，其实较现代抑佫会晓讲台语，而且是。会有伫甲别个所在有伫交流的人，因定伫即个过程当中，尤其伫外地生活的人，为着要符合迄个所在嘛，咱定讲即个入乡随俗嘛吼，所以你的腔会愈来愈俗，到最后其实是会落去。所以你要伫咧台湾生活遮侪年，但是你保持你的金门话即个特色、腔口特色，其实是一个爱有意识去做的代志。
包含伫咧创作内底，包含伫咧平常时日常讲话内底。我嘛听过一寡你诶方面，毋管是毋是华语也是台语诶方面，其实你也是会尽量一起有你诶语言诶成分伫咧内底。我感觉这是件趣味诶代志。拄啊开始诶时阵，即要分即个若是第一阶段，第一阶段是我高中毕业过来台湾诶时阵啊。是，迄时你是安那去面对你诶腔口？对，这就是足严重诶代志，因为我来诶时阵啊，拄啊开始我毋知，但是我咧读书诶时阵，遐同学讲，我若讲一个金门腔因听无诶，比如讲我有一个我讲一段代志吼，有一日透早，因为我迄阵啊半工半读嘛吼，建教合作啊。你是暗时啊读册以后住宿舍，宿舍早起差不多6、7点来起床，阮的工厂就是伫宿舍隔壁边仔尔，所以你爱去食早顿，是我去食早顿的时候，我你去讲头家，迄个豆奶吼，个馒头一粒，馒头是啥？你毋捌听过面头无？面头啦，我想，我面头，面头是啥？是。我讲迄馒头，用馒头就馒头，你讲啥物面头？伊就听无。是。阮遐同学伊逐个会笑啊！金门啊，伊讲这啥物？我开始时阵，我毋知影为虾米要笑，到落尾时阵我会惊，我会惊去互笑。是。刷落来，渐渐的，我金门腔会愈来愈少。对。开始去讲甲逐个共款的，才袂去互笑。是。但是有一天我为虾米会佫转来的时阵，做唱片的迄当拄开始的时阵，我其实讲的那是一般腔，就是台北腔啦，你逐位拢听会到的。但是我转去教阮老母的时阵，金门腔佫开始，因为你边仔厝边隔壁拢讲金门腔，你一定爱甲伊讲金门腔，伊才听有。我渐渐就发现讲，我为什么爱惊人笑我知影是我是金门人？我之所以甲别人无共款的所在，都是因为我讲的腔是金门腔。是。这是我个人的特色。所以我转来台北的时阵，其实我开始做迄张无论开始转来第一张，我就开始渐渐加较侪金门腔入去。是。尤其是顶一张，佫加较侪。迄阵啊，我会记得迄张得奖的时阵，伊内底有一个评委讲这歌手用伊家己的母语金门腔去做音乐，所以甲迄张唱片做了足丰富。一款迄款台湾腔无的迄款物件，所以迄张专辑的口碑啦，不止好。所以我才认同讲原来这就是我的特色，就是因为我唱的是金门腔。所以这张你做的时阵，我一开始我就开始感觉讲，我有一关使命感。全台湾今仔我咧唱金门腔了，为什么我无爱加添较侪金门腔入去？这是一关讲，如果会当，因为我安尼做，会当互金门腔这个腔口发展，较侪人听的，较侪人知影，会使流传落去的。我应该安尼去做才对。所以我这张才会佫加添较侪金门腔。所以你目前这张专辑是金门腔带上重的。正是。我希望有一天啦，就若像客语还是原住民安尼，会使甲规张拢用金门腔唱，安尼上好啊。因为我感觉这是目前大部分伫咧，比如讲做广播节目、做 podcast， 可能虽然会为着家己的特色，伊会保持伊家己的腔口吼，比如讲鹿港腔嘛有，我嘛知影。那像我家己是全部用宜兰腔，那创作内底、歌曲内底，大部分人会甲腔口当做一个元素伫使用，就是我即个专辑内底有参南即个物件，毋过迄就是参南，伊袂是一个基础、一个主体安尼。毋过我定定伫看每一样伫家己的腔口，毋管是讲找回来，或者是讲搁较认真、搁较愿意去使用家己的腔口即件代志，伊甲迄个认同的连接是足强烈，就是我希望你知影我是豆芽人，而且我以即个认同的所在是感觉公平、感觉光彩的。比如讲，我一讲我讲宜兰腔，所有人一定袂当作我是台北人，我就讲宜兰腔嘛。就是会有一款，当然即个认同无定着是你真正迄个生活的所在。有的人是对阿爸，还是对阿母，对人的即个腔口。比如讲，可能伊的台语就是，就算是台北人，但是伊的台语是
台南的出身的即个有台南腔的阿娘教的，所以伊讲的腔口就是台南腔，迄就是伊的认同，或者是伊的阿娘是阿爸是斗野人，还是甚至因阿嬷是斗野人，伊认同迄个所在，迄个用语言来表现你的认同即件代志，这是目前咱伫使用咱讲本土语言。包含客语嘛是共款，因为边客语要四关腔嘛，南四关、北四关，每一个乡镇可能个小可无共款嘛吼。佫无讲伊个较大诶，什么四关腔，还着叫即侪款安尼。原住民诶语言嘛是共款，部落之间都有差别，讲一组部落之间都有差别。今仔日阿美族，我为着一条歌，台湾第一味迄句话。是，咱南面嘛讨论。我去问诶时阵，你迄张足痟诶，我才惊啊！什么阿美族八关？对，海干啊，啥知道，对，拢无啥共款咯，各种各样安尼，真复杂，但是这都是趣味的所在嘛，迄个多元性就伫咧遮嘛，所以我讲咱用家己腔口伫咧讲话人，其实就是第一就是迄个认同，咱伫找回家己的腔口的同时，其实是伫咧找着家己的认同。我是什么人？我是斗野人。迄个斗野无定就是一个地理尔，伊可能是甲你的亲人、你的家族的认同有足大的关系。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即个咱的特色嘛，吼，还有伊互即个多元性会使维持，才会好耍嘛。所以我对你的专辑内底有金门腔即件代志，我其实是真介意。我讲这是一个真好耍的代志。毋过就像咱怎讲，金门话甲即个台语之间，或者讲台湾话之间，即个讨论对你来讲吼，我无够详细解说即个到底发生偌济代志哦。但是对你来讲，你家己安怎讲你家己？比如讲，因为咱若讲金门腔即个词，照你讲是伫个某某语，某某话对无？伊的腔，我可能袂用之下去形容，但是我认为讲伊是其中一款特色，因为一个语言内底一定有一个上普遍人使用的，咱讲普通腔、优势腔一定会有，因为所有语言拢是共款。但是伫即个语言以外，共款的有其他的即个腔口的存在，所以宜兰腔甲普通腔袂有什么冲突。我今日讲台语，毋是去对照着宜兰腔即件代志，是咱共款拢属于台语有无共款的即个腔口的差别。但是因为伫咧地理上是伫咧政治上，金门其实甲台湾无完全是共款的物件，因的经历过的历史无共款，因即个生活方式文化其实拢有一寡争差。虽然咱讲咱逐个拢是家己人，但是伊也是有争差嘛。那即个腔口，或者讲即个金门话对你来讲，你到底你的认知对你来讲，伊是一个金门腔，还是一个金门话，还是啥？我毋知。我头先讲到伊是啥物语言之下的原因吼，是讲第一，我拢甲伊，比如讲我共人讲，我讲金门腔，用你金门腔是华语的金门腔，还是台语的金门腔，还是什么腔？无咱安尼讲啦吼。河洛话，这是我毋知影到底是正确还是无正确。因为拄开始的时阵，逐个讲河洛话，但是到后壁的时阵，啥讲用杀掉，我就甲伊讲，我就泉州的，泉州这边泉州腔的金门腔。比如讲阮老母会讲，伊若讲金门腔的时阵，伊袂讲金门腔嘛，伊会讲咱就讲咱的话。咱的话，咱的话我就知影讲，你叫我讲金门腔嘛。所以对我来讲，金门腔一款身份认同，就是我是金门人，我讲阮老母教我的母语，这就是金门腔。但是如果这个国家需要做一统一的时阵，一方便性嘛，我感觉伊安怎要甲金门腔当作是啥物好？比如讲，伊讲台湾台语金门腔，如果这若讨论会使过。对国家的语言发展是较好的，我感觉我会使接受。若无的时阵，你嘛叫伊金门腔。我比如讲马祖腔，伊就是马祖话，就是马祖话嘛。你袂讲伊是台湾台语马祖腔，伊是完全无共款的物件，你系完全无共款的分子。所以对我来讲，我可能是一个较会使接受你甲讲台湾台语金门腔。虽然我听着怪怪，但是因为你国家语言的发展。需要安尼使用的时阵，安尼来分的时阵，我感觉我会使勉强接受啦。你家己当然，咱若伫咧家己的环境生活的时阵，咱只要讲这是咱的话，咱人话，比如讲
菲律宾吼，看你要安怎翻译，因遐嘛有移民过去的嘛，有讲像一款语言的，因的讲法就是咱人话，嘿，咱人话就是咱伫讲的话，就是咱人话。其实你若看原住民族大部分族群，你称呼家己的时阵，比如讲阿美族的班扎就是人嘛，或者是即个达悟族兰苏红头苏因的族群，因讲达悟嘛是咱人的意思，所以咱其实大部分人伫咧称呼家己就是咱人，嘿，当然毋是因为讲咱家己是咱人，别人都毋是人，是，就是一个自我的族群，即个用人来形容家己的即个方式，所以。当然，咱啊脱离讲，比如讲金门人脱离金门的生活空间的时阵，我要甲别人讲，我当毋是我甲其他金门人伫开讲，我其实无必要讲遐济，咱就金门话就金门话。但是当咱必须要脱离金门的时阵，我感觉这内底确实会拄着即款的冲突，就是我要安怎甲你讲，我伫讲什么款的话，这确实要分别的时阵，确实是会较困扰。那从在我家己个人的立场，我会认为讲。其实直接叫金门话嘛无要紧，因为名称即件代志，伊毋是单纯的学术，伊毋是讲伊就是什么分支，我毋是要安尼讲话。应该伊就像咱头前一直伫讲，我想来讲即个腔口即个话，是因为这甲咱的认同有关系。那我认同我是金门人，金门人讲金门人无问题。台湾较特殊是因为你迄粒岛就是安尼。阮中虽然有，譬如讲宜兰甲台北中虽然有一个中央山脉伫咧遐，较安那我山崩坑嘛，毋知偌久就会到啊。我袂有遐强烈讲，我就是宜兰固守伫即个所在，对无？伊甲金门的迄个地理环境是无共款的。在我家己的立场，讲金门话有一个特殊的即个意義是讲，伊即个岛有真特殊的文化，有真甲台湾无共款的所在，所以伊迄个主体性应该爱互人看到。所以我在我家己啦吼，当然我讲这是无定论，大家会使有家己的讨论。其实我在我认为讲金门就金门无要紧，系啊，无表示讲金门甲台语之间袂使互通啊。真是啊，因为我嘛知影讲，咱即摆台湾台语其实客家、客人甲原住民因也有意见。伊的意思就是讲，为什么恁就叫台语？阮就叫客语，是意思啦。所以我感觉即个拄仔开始尔第一，伊的好处就是伊。咱即摆开始对咱家己的母语有一款意识，就是讲咱爱保留，咱爱甲发扬光大。因为咱知影讲，咱的语言开始渐渐无去啊，消失。过几年以后，你若毋去讲，毋去抢救你个台语，即个文化都无去啊。客语也讲，原住民也讲。所以即摆开始，逐个咧讨论的时，我感觉逐个拢会使来讨论。讨论到来尾的时阵，才选择一个。感觉对家己即款状况上好的所在嘛，我是感觉安尼。所以你讲金门话，咱的话，你要甲讲台湾台语金门腔，这会使讨论。但是我第一选择就是，你就甲叫伊金门话就好啊。对，我家己嘛是会较认同讲，因为名称的迄个意义毋是学术，我讲这是两件代志。所以毋知有真侪人，比如讲台语咧查讲，伊就是闽南语啥。第一是真侪人闽南语啥字就读无啥会出来，我较歹发音。第二是学术，迄是一个语系无毋对，但是闽南地区、中国闽南地区，敢若伊的语言都偌济款。嘿，南面话来查讲，凭啥你一个语言会使代表人的全部语言？马来西亚、因遐东南亚哈，对，番边，阮叫番边啦，是番的那一边，番边，伊就讲阮是福建话，是，伊就讲福建话，福建内底嘛有分迄个闽南闽北嘛，对，福建迄个较多啊，侪啊，对，伊就讲咱是福建话嘛，对啊，所以也是回归到语言使用的主体为主啦。我感觉在我家己看的是安尼，所以比起讲金门腔，我可能真正会对我来讲，我感觉这就是用金门话的专辑。但是我对我来讲，一款使命感哈，我就是比如讲，我希望，因金门政府可能即摆开始有咧做比如讲老师教学生，伊就爱教金门腔，对吧？哈，这是基本的。第二个基本的就是讲，因为我逐个岛去甲老师开讲，是因讲出来一寡话是，哇，我可能几百年毋捌听个人安尼讲的，对，原来即句话是安尼讲的，所以我一直希望政府金门县政府会使去做真大范围的迄款采访，比如讲金门话的书店调查，比如讲你甲老师开讲，我讲你甲老师开讲，你哪里挖爆的，你知？伊就甲你讲足多，你较早有听过，但是因为伤久无讲放袂记的迄款
寡话。对对对。啊，你感觉你若去收音去录音落来，你就感觉讲啊，我开始做一个保存，啊，这就是你个宝贝啊啦。我希望县政府会使经大规模去做，因为老伙仔我讲这些个性的愈来愈多。对对对，当年拢一定会一直消失啦，这是无法度的代志。有一寡物件你无法度听候时间，时间袂互你答案，时间会甲你处罚。时间会互你答案，就是袂好啊。就是你无及格啊。因为像台语内底嘛是共款哦，因为咱打真侪资料，其实是爱来自日本时代的记录吼。因为即个台日大书店当时是伫台湾做真侪调查，甚至连腔口都无共款的记录，所以对阮来讲是真重要的物件。那过来当然就是一寡读书书店嘛，记录袂到的，遮个在地生活真好耍啊，真大把，就讲真正是迄个精粹迄款的用语。你真正是爱伫咧开讲当中，你佫无法度硬叫伊想，你无代志，讲要叫伊想一个啥物咱打袂记咧，无可能。吼，反正连伊家己无啥会记咧，就是爱到迄个情景，你爱开讲到有到迄个情景，你才迄个物件才会浮出来。我要解说一下金门腔吼。金门腔有较上特殊的一个所在，就是因为伊经历过所谓的军管的时间。是。军管你知影内底，一个小小的金门岛，差不多有10万的军人。是，即10万军人，伊是伫中国大陆过来的，所以什么腔口拢有，个省，一个省内底佫有几啊迄款叫做迄个方言呐。是。咱为着要甲伊沟通，所以伊也爱想办法讲你会晓听，你听有诶迄款金门话，你爱想办法讲伊听有诶因迄省诶话，所以时间一久以后。会发展出来，连金门人都毋知迄个腔到底是啥物。比如讲，我有一摆咧听囡仔一寡少年的，你讲话嘛吼，是讲一直讲我就是讲毋是芋头吗？结果毋是啊，伊是讲真两三是我讲伊的录音落去啊，是无？伊到底我生做遮侪岁吼，50当我毋捌听过人讲结果我伫金门一个。这村内底竟然去听了因咧讲其实佫毋是，而且是有岁人，差不多30岁的人，佫毋是一个人两个人，你若讲一个人两个人，可能是因兜教毋对嘛，结果毋是，是因迄乡镇因迄角头，讲的拢是是我就咧想讲，我就咧摇讲，这应该是迄当阵甲遐老伙仔，就是甲遐外省仔咧沟通的时阵，所衍生出来无共金门腔的金门腔。所以豆仔其实伊嘛伫发展出家己的特色，对吧？这就是语言活的所在嘛。对时代啊，佮伊家己的历史，所以咱常常讲，比如讲金门话，咱袂讲伊直接讲伊就是泉州话，其实是毋对，因为你甲过去遮长久以来伊的历史甲发展甲拍无去。你若甲单纯是讲，比如讲我定讲宜兰腔，宜兰腔确实是真重的，会使讲真重的漳腔啦。但是我敢会讲伊就是漳州的，毋是，因为你会甲过去这几百年来的历史甲拍无去，因为伫这内底伊的演变是最重要的。因为讲到这个时，我常常想着，我有一届去中国演唱嘛，我第一站就是去厦门。落厦门的时阵，你会感觉因讲的甲台湾人咧讲的较接近。第二站我就是去泉州，是泉州，一路泉州我就感觉伊讲的甲金门腔足接，但是也是那斟酌听嘛是还有淡薄仔无共啊。但是你就知影讲伊的迄个系统，甲你是共一条出来。对，就是大家算讲是亲情来。阮因为阮足侪亲情伫迄个泉州嘛。因为过去的历史发展问题就是安尼，所以迄个腔口啦讲话拢无啥共款，甲。其实过去台湾主要的主流腔口嘛，毋是单个腔口，伊嘛是一再演变，就变成单个腔口。较早甲下面搁较活，下面市区，但是因迄就是咱讲台北较活东华腔迄个讲法。但伫咧台湾你就真少听到东华腔啊，这就是人的即个演变啊，历史发展的差别安尼。咱先来听一条歌来休困一下，那么再倒来。我的勇气，你的笑容，亲像那近在眼前。尽管我暗暗的念着近，也袂当掠着消失的往事。明日我的
会信用你的诺言，依然啊远在天边。后来我离开了我的眼，点点的看着生命的转变，微微的风雪探过白色的光线，原来那无上如烟。谢谢你再见，甲做你留予做你，当时的甘，春后的甜，永远凝结在一瞬间。谢谢你再见，甲命令交予命令，当下的痛，美丽的苦，放手是我上大的勇气。大家好，我是罗曼阿迪。你即摆所收听的是阿迪啊来开讲的台语单元《台语为故事》。最近我发现我的新的专辑叫做《猫咪人》，全世界、全宇宙的音乐平台拢有你卖。安那你感觉好听的时阵，麻烦你小捧场者。咱做伙听故事、讲台语、耍文化、捌台湾。那安尼，咱就继续听落去。好来，咱继续倒来，咱倒伫咧即个中场休困的时间，大概过怎么半点钟去，讲休困5分钟，无拢伫开讲，拢伫讲故事安尼。今仔日做一集会使比2集较长。嘿，一般拢安尼啦。咱都我本身已经真高铁啊，当然因为啦，即个今日来朋友，佫是即个广播金钟奖的即个，迄运气好啦，迄真是运气。即个本身就有即个条件的主持人吼，所以一讲咧，然后都提袂煞。啊，这就是无紧啦，剪接较辛苦是有影啦吼，但是开讲就上快乐吼。咱做节目上欢喜就是开讲。开讲。毋过咱拄则中场放的音乐是即条歌吼是。在你歌词内底唱法，你是唱谢谢你再见，吼，就是包华语啦、台语啦。这条歌其实是伫咧讲，因为咱头前半段讲真济，甲专辑有关系是，迄是你的人生翻头去看每一个阶段的记录嘛。那这条歌我知影讲，根据恁的即个网络顶管的介绍是讲，这甲可能是甲你的即个动物伴宠物一只猫仔离开有关系，做一个。有2只饲2只肥足足的猫仔的人吼，我家己伫听即个歌，或者讲知影即个故事的时阵，我家己一定，我相信有饲动物伴有宠物的人的迄个共感是足明显的。咱面对家己的亲人离开，确实是，当然这是所有人拢必经的过程，咱嘛拢会去有真侪心情诶即个转变，但是毋是每一个人拢会饲宠物，宠物离开是一个足。特殊的对我来讲是足特殊，我过去的经历嘛是共款。你敢若足歹去甲别人讲，就是今日我讲我饲一只鸟仔过往啊，我饲10年的鸟仔过往是，别人伫面我讲你是安心情看起来遮歹，我有当时会感觉我讲袂出嘴。但是今日若是一个某某亲人过往，我的亲人过往啥，所有人拢理解，所有人拢了解，啊，节哀啦啥，这是足无共款的代志。虽然对咱来讲，个人的心情来讲，拢是面对离别这件代志，毋过其实伊佫无啥共款吼，在个人的这个心境，我毋会使分享一下你当时创作这条歌这个情景啊。我饲2只猫嘛，一只你嘛2只猫啊，一只叫做牛牛哈，伊个个性哪牛诶，歹甲
开到要死啊！吼，是啊，一只叫洋洋啦，恁兜开目钓，嘿，啊，因为伊的花色拢是乌白啦，啊，一只乌的较重，一只白的较重，啊，一只过身的是白的较重，所以看起来是那洋的吼，我来叫伊洋洋，啊，洋洋是一只足奇怪、足灵性的鸟，我感觉伊是天公伯啊派来甲我救，因为我的生活坦白讲，伊即段时间过了。无讲介好，迄款毋是讲你趁无钱，毋是讲你安怎，是我感觉阮老母过身以后，我就感觉家一个人足孤单诶。是。啊，所以转来台北以后，我去拄了2只猫。即两只诶时阵，我感觉，因为雄雄之间，我感觉我诶性命有人咧陪伴。是。哦，即两只猫，伊毋是单纯诶2只猫尔，对我来讲，就是我诶。阮岛诶人，阮岛诶人啊，吼，甲我陪伴啊！逐个咧讲你去救迄个流浪动物，毋是，其实是因救了我，因陪伴我，伊伫我上失落、上失志诶时阵陪伴伫我身边。虽然因无法度甲我讲话，但是我知影讲，你若饲鸟饲久吼，饲动物饲久，伊毋免讲话，你就知影伊诶意思啊。我饲猫人，我是安尼知啦。啊，即只猫足趣味诶，就是我每一摆咧唱 demo 诶时阵，伊拢会伫边仔靠背靠腰，喵喵喵，然后咧喵喵喵啊。是啊，我咧写即条歌诶时阵，其实迄当阵啊，我咧改写本来是华语诶，但是因为我要出台语诶唱片，所以我开始要写台语。啊，即只猫我开始写诶时阵，我就感觉伊。可能无够啥健康，可能有一天差不多够啊。哦，你要写的时阵，其实也搁伫咧，还搁伫咧。但是你有一寡感受，感觉讲，对我有可能无遐好势啊。啊，伊就开始，伊的表现就是足黏的。伊就规工黏你的边啊，无爱甲你离开的啊。但是你知影，伊可能身躯无偌爽快啊。是，差不多啊。啊，当阵啊，我就是。我有当阵啊，暗时因为我困伫迄个厅，啊，就是2只猫啊，拢会来我的眠床困。是啊，我就抱了即只洋洋讲啊，我知影你要走啊啦吼，啊，我足希望讲时间莫阁行，永远停伫遮就好。我也免做啥物大歌星，也免创啥日子偌好过。我只要我甲你会使。你这个时间永远停伫遮，安尼偌好拄偌好，但是无可能。啊，明仔你就爱开始看到窗仔外日头起来，是你是来啊！啊，你爱去做代志，你也知影你甲伊上这个生活的时间佫减一工啊。吼，但是人变了足艰苦的。是啊，因为逐工爱送医创啥货，我就知影讲啊，我爱。家己要有心理准备，但是我感觉写歌这件代志，毋是我去甲讲安怎，是我可能是透过写歌这件代志来安慰我家己。所以人生上歹过的就是第一求无啊，吼，第二是放袂掉。这两项物件，我伫意义迄条歌有讲过，开宗明义就讲过。第一就是求袂到，第二就是舍不得。求不得，这个放袂落，是啊，所以这个的时阵，我就是写所以我迄个心情就是讲，你看你当初时阵，我拄着你的时阵，迄款勇气，迄款信仰，就是因为你，我才有一款勇气，我才有迄款相信，迄款力量往前行。每一摆我若拄着创伤，拄着无爽快的代志，拄着甚物款的委屈，我转来时看到你，我就感觉我啥拍一张强心针落去，我还是个足有勇气去面对明仔日所应该要发生的代志。但是你今日要离开我，我知影迄个是我怎样去求，拢无法度改变的事实。所以我每一摆我暗时抱着伊的时阵，我拢会感觉讲啊，时间。无安尼停在遮就好啊，无咱啥物事拢无啊，咱就是永远做伙安尼，对。啊，所以这条歌就是迄当阵啊写的啊，所以但是到尾我会讲啊，我看到迄微微的风丝啊，透过白色的光线吼，才知影讲啊，原来啊无常如烟，我
希望愿望是今仔就是愿望，但是事实就是事实，我可能留袂着你啊。结果我要入录音室迄地，前一天伊就走，伊就过身。过身的时阵，我感觉伊有足侪迄款身体语言去甲我讲我爱你。你毋通安怎拄安怎，你毋通失志，你爱去面对你明仔日应该爱做的代志。所以迄一天伊过身，我感觉松了一口气。如果我咧录音，伊还佫拖着迄病体的时阵，我其实是无迄款心情去做迄代志。这可能录袂落。对所以我甲迄条歌讲谢谢你啊，再见。对就是感谢你来陪我。虽然我足毋甘要放互你走，但是。就是到老尾迄款，还是谢谢你再见。到明仔日到后明到明仔到后明仔日。当下的疼，未来的苦。但是我感觉放手是我上大的勇气。要放迄个手，讲实在足困难的。像你当讲抱着的时阵抱在怀里，抱伫阮手边的时阵，迄个摸的感觉，迄个爸爸的感觉，到迄个抱着，你就知影伊要消失的，这件代志，到真正要接受我放手啊，这件代志，其实迄个过程是足痛苦的。讲实在，做一个饲宠物，我嘛饲2只猫的人，那过去我嘛饲过宠物，我迄时阵伫饲猫啊，决定要饲猫的时阵，其实丢伫足久的犹豫我丢伫足久的是。因为我知影，我就是一定要面对这件代志。除非我先意外，我照你讲，伊会比我较早走。那我敢真是有才调，过去面对这件代志。你是怎样克服的？我足想要请教你这件代志。我其实最后我无克服这件代志。我知影我一定也是会足艰苦，包含讲你一段伫讲这个故事，包含我当地伫讲，我决定嘛是拢会小可后甜吼。所以，我决定要搁饲的时候，我是甲你讲，对，我知影一定会成这件代志。我嘛知影我会足艰苦，但是，都互伊艰苦有啥物关系？总是比我放弃迄个有一个机会，甲一个完全无共款的生命斗阵。因为饲过宠物的人，你若真正真心对待过你的宠物时，你一定会感受会着讲。迄个人，咱定讲毛小孩，其实伊甲囡仔绝对无共款，伊甲人是无共款的物件，所以伊有一寡人无法度互你的，毋管你甲家己的囡仔，甲你的另外一半，甲你的时代，甲任何搁较好的知心朋友，我感觉人生一定有一寡话，甚至是你家己嘛毋知要安怎讲的话，你连对家己你都毋知安怎讲的，这个代志。伫咧伊的陪伴，可能就是坐伫你边啊。尤其即落天天气寒，猫仔是一款足现实的动物。天气一寒你骹腿啦、尾皮啦，天气一热，甲你塞好，你莫活安尼但是寒的时阵，虽然人就是这 SM 都感觉所以甘愿接受的。伊来甲摸摸的，那管你互你摸啦，有诶个性较迄落就不爱互你摸，有诶这猫仔个性较红人但是伊若管你互你摸奇怪。伊只要点伫遐，伊愿意互你帮，迄个人是会点静落来。你有当时心肝头真侪足压杂足烦恼的代志，或者讲你家己，就是感觉倒位无介爽快，但是你讲袂出来，你家己嘛毋知倒位时，迄个过程其实伊会使互你一寡安搭家己的能量，但是我毋知是安那。我讲有当时咱两看有诶动物，咱会特别强调伊这灵性这件代志。狗啦、猫啦，你是讲甲人会使相通，伊一寡情，虽然讲阮兜诶猫大部分，我随知影伊要创啥拢是不倒腰啦，但是你会使感受到你伫甲伊互动诶时阵，你家己诶迄个点睛，甲伊互你诶迄个力量是足歹解说，这甲人类互你诶感受是无。人是一款足人本身是一款足奇怪诶动物，我认为就是咱除了需要为人身上得到能量以外，咱也需要为人以外诶动物身上得到真侪人是安尼，当然可能毋是每项，但是在我会安尼感觉。所以我伫看你听即条歌诶时候，我都嘛会伫想讲，好，我一定要面对即件代志，就是我两只猫拢无可能。只要我无发生意外，拢无可能活比我较久，所以要安怎创，我毋知，我甲当嘛是毋知，但是咱的听友，你家己厝内有宠物有饲只动物伴，或者是讲你拄好经历着遮个过程，上无即条歌会使互你伫咧艰苦的时阵有一个豆豆放下的机会，我感觉
艰苦你就去艰苦，我感觉接受艰苦这件代志本身就对。你人生就是咱无需要去记住你当下痛苦这件代志，无需要去暗砍我痛苦。嘿，每一样痛苦拢无共款，我无法度去体会你当下痛苦，因为我毋是你。但是有人经历过甲你真相我的经验，甲即个物件，甲即个心境，甲伊行过来的即个方式，甲写成一条歌。你伫咧艰苦的时阵，除了分数边的人凡说会使陪你，凡说无法度陪你有可能。那过往的即个动物伴哦，你的宠物无法度陪伴你，但是有即条歌，凡说伊会使陪你行过迄个你上。需要豆豆啊，包含感受痛苦甲放下痛苦的即个过程，的即段路有一条歌会使陪伴你。就是讲，望大家知影即条歌的故事以后，你若希望即条歌来带互你力量啦。因为我毋知影你目前上过各种节目，大家对，因为时间有限，我无可能所有的歌大家拢讲甲大，但是我毋知。偌济人会去特别注意即条歌，但做一个饲鸟啊，做一个饲鸟的人，我咧听即条歌，我头一个经的是即条歌，我会感觉，我有带一条，这是对我来讲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是一个你未来一定爱面对人生课题。当然过去咱嘛经历过，那只要你有即款经验的人，是未来你想要有伫考虑你要饲一个宠物、饲一个动物伴的人，会记你甲即条歌留伫分数边。另外，我家己的思考就是，就去饲，只要你做好其他的准备，但是永远咱拢无面对死亡甲分离的即款的准备的机会。嘿，人无法度面对即件代志，但是咱拢伫即个过程当中学习行过即段路。嘿，我家己的感受会是安尼。我嘛是啦。所以这条歌对我来讲真特殊啦，就是这个人经验的关系。你除了你打造的歌，或者讲你这段时间来，这几年来你生活当中，或者回头翻头去看你家己过去以外，你其实内底嘛有3条歌是经记录是25年前啦。我毋知讲这三条歌是毋是拢共一块专辑出来的？咁3条拢25年前，一条是15年，差不多拢差不多时间。大约迄个时阵就对啊，拢是水晶唱片的时阵。水晶唱片这个名吼，当然在我的时代有啦，我经历过一丝啦。但是伊这个名声吼是会使讲通人知啦。你若真正是对音乐小可有接触，是讲对一寡真正是歌手啊啥经历过较长的时间的人吼，加减拢会了解讲，有一个时期有一寡唱片公司迄个意义甲当时无共款。我感觉最近上特别的所在，就是伊除了一间唱片公司以外，伊对台湾文化保留的即件代志非常的重视。所以你知影开足侪钱去，比如讲去保留去录迄个原住民的，是声音地景啦，即个声音记录，台湾的迄款什么小宝歌啦，足底层的台湾底层啊，阮有一个系列就是来自台湾底层的声音，迄内底就是你会使去听着足侪，咱你普通时啊你听无的台湾的文化，是用透过唱歌表演的方式，阮就是因为即间唱片公司责任感伤重啊，所以注定爱倒，因为其实你想看嘛，伊下骹有500，陈明章、猪头皮、潘丽丽、雷光夏、李伟哲，这拢是后壁拢是足厉害、足趁钱的歌手，但是为什么因的手头内底竟然太无钱可以倒了？就是因为因的责任感伤重。对。所以我当初里内底其实有种痛苦的，就是我看到这间遮尔好的唱片公司无法度趁到钱，看伊逐工伫烧钱啊！真是啊，结果到落尾真是就是注定爱倒，但是迄个注定发生进前。伊本身存在价值就已经对，我感觉最近唱片上这个伟大的所在就是伊将台湾足多迄款咱讲伊是文化啦，毋是就有保留来。是，因为你即届这3条过去最近唱片时期的即个歌，你啥若会经这3条歌出来哈？其实我应该要做的是，我去当初去申请补助的时阵，我想要做的是出道30年，的一
精选集啊。是，但是政府我讲袂使啊，你即个今仔你即张专辑今仔会使1/3是旧的啊，2/3爱新的啊，所以我到了要为这30年内底选3条出来，啊，这3条出来对我来讲，伊有上大的意义。比如讲，看看这个世界，看看这个世界是一条非常愤怒，这个少年人的一条代表性的一条歌，迄就是使对这条歌看到这个歌手的个性哪落寞的，拍啊匹配叫来，会使来底凑间6条。当初就是我就是这款歌手，其实足侪人对我的印象都是会凑间6条的歌手。但是对我来讲，就是一款你知影，我感觉摇滚乐就是要来拯救世界。这条歌就是摇滚。对我来讲就是安尼，摇滚乐本身的迄个精神，因为你讲鲁麻这件代志，以为着是家己的利益，单纯鲁麻这个过去咱的定义啦吼。但是比如讲这条歌头前甲你讲，你看这个世界吼，安娘细汉时阵安娘有交代，我毋知是毋是恁安娘有安尼交代啦。天公听好人都毋通学歹，人讲啊做，上天伫咧金金啊看啊，好人出头天，歹人也无性命啊。读册时阵，阮的先生有教示啊，礼仪甲念体的做人的道理，这个物件后去接后壁的这个物件，看看这个世界，什么时阵你看到正义，什么时阵好人活甲遮尔哀悲，什么时阵看到真理，就是迄个冲突人。行到这，在我来看啦，我迄时，因为我毋知你实际上做的年岁，但是我伫看时，大概20外岁的人会对这个世界有这款的不满、反抗、冲突，就是，我学到的，细汉人甲我教是甲我教的，爸母讲的，毋是这个世界，毋是打这个型啊，咱拢会面对保护了相对较好的这个环境出来了，爱面对的。因缘众生啊，所以咱会接受到原来这个世界真正跟咱想的无共款。电视一阵开，迄个上教歹囡仔大细全部拢伫电视顶，而且佫是上有权力的，嘿，拢是把握着权力的人所以那是安尼，迄个疑问是一定会出现。当然有的人会对你学歹，就是讲好啊，就既然就是安尼嘛，我知影过去迄拢是黑白教无啥路用，所以就是有的人行就是行去较走正的路去啊。但是有的人是用这款的方式，我要你讲控诉，或者是去画出来讲，恁到底伫创啥？恁家己看清楚，到底这个世界，敢是你细汉，阮细汉的时阵，咱学到的这个世界应该安尼行，敢是照这个理路？正是。迄个冲突是。迄个愤怒，迄个想起的切心是对迄个时阵的家己甲所身处的迄个世界一款疼心。我伫看时是即个感觉，所以你揪出来时，我想讲，这一看知绝对是你少年时阵的歌。我本来毋知是打几条，我迄时无去看讲是打几条，但是我想这绝对毋是当下的歌。对，迄是我少年时阵有理想有抱负的，但是这条歌比如讲咱讲了第2条就叫做干巴爹加油。这条歌是对这条歌延伸出来，因为干巴爹这条歌就是咧写讲我离开故乡的时阵，阮老母讲啊，你若去台湾吼，因为阮庄稼人嘛，阮老母也无读过册，所以一定会交代讲咯，你若去台湾，你要认真打拼，若去拄着歹人甲你欺负，你若食亏的时阵你免失志，你爱记啊阿母甲你讲的话，加油加油，总有一天，因为好人会出头天，歹人会无生命嘛，所以伊安尼我讲，所以干巴爹是写你看看这个世界头前的，但是我相信阮老母的话以后来到另外一个环境的时阵，我才发现讲安尼啊。行袂通呢？毋是你这个世界甲你讲的无共遮歹人足侪，而且因佫无受到天公伯的惩罚。是，你若佫做大官，你啊看乌头车全部人遐歹人。啊，你向天连，佫财产佫会使留互后一代。是我听阿娘的教示啊，听阮老师的教示。我哪会遮忝？我哪会遮忝？我当袂出头天安尼，就是干巴的这条歌，就是看我这个世界是干巴的后壁写。所以。这2条歌是牵连的啦，是全世界你拢咧落雨，是因为这条歌，阮的头家讲你内底嘛是爱有情歌，讲感情也无伤沉重啦，就选一条伊上喜意的，全世界拢咧落雨，所以这条歌我定编定唱，但是我迄当初
脑海内所浮现的是，我迄即条歌是有主角的，女主角是有对的啦，是写好伊。我迄当阵啊的时阵，日子过了诚无好，若亲像全世界拢咧落雨，但是因为伊有存在，所以对我来讲，就是互我勇气，往前飞，写即条情歌的意思。全世界拢伫落雨，敢若有一个人存在，就敢若有一个小小的所在，有通啊管风管雨，互你会使莫伫遐雨吹风。就算讲风雨有偌大，只要有你，我感觉我就有勇气飞过去。所以三条歌其实无毋是完完全全直接的关系，但是伊因为拢伫你的人生历程当中，其实嘛使看到较少年时期一路行来的过程，迄个感觉。真是，所以即张专辑内底，其实我的主题就是迄款斗图，你知影？我知影斗图片啊，拼图。我看人生就是安尼，你到最后一片斗落去时阵，你才知影讲哦，原来我的人生全部是安尼啊。所以伊每一条歌拢是斗图的一部分。是。斗了，你看起来上啊无啥物关系，但是到了比如讲到50岁，已经斗一半的时阵，就知讲哦，原来其实才是有关联的。每一地拢有伊家己爱放伫什么所在、什么位置，其实这是无都黑白放的。真是。那每一地就讲你的每一个作品拢是，就像即个意义内底伫讲斗图即个代志嘛，我记是意义内底。都有即款感觉吼，就是一个每一项代志其实拢有家己的意义。我要强调者吼，其实所有的歌吼，我即摆咧想，可能拢，你知新民甲我写的，我拢甲朋友讲，毋是我写的啦。其实我都毋知秘密后壁有人上啊夹这个鞭策拍落去，你个手甲你写的。后壁若有神吼，这是 OK 啦。若后壁有人摕即个。推变啊，提啥？这可能画面会小可走精，看袂到的人，就是灵性的部分啦，较灵性、精神赞助的部分。当然拄啊，转来台北的时候，我甲要甲我签约的头家讲，其实我足无想要做的，但是我一直感觉后壁有些是啥物力量，一直甲我杀，叫我一定爱转来做音乐。无我其实我来金门，迄阵阮老母过身以后，我其实伫金门生活偌好过的。毋免像我即阵爱去宣传啊，去走啊，来厝要食要困要佚佗拢会使，对。其实就回归到你真正咱顶半段伫讲时间，互你知影，对无？就是其实就是生命囡仔，那真侪物件咱伫做，一部分是咱家己意志，咱家己的思想，但是一部分也是敢若冥冥之中有真侪力量伫咧家己斗推送，凡说是顺着你家己的心意，你愿意。咱头前伫讲，你爱愿意风正到令得圆满嘛，对无？就是你唱3条歌的时阵，因为拢差不多25年以上所以你唱的时阵，迄款心情，坦白讲已经无共啊。你当伫唱，尤其像比如讲，看这个世界，看这个世界，其实我你唱伫录音室内底版本，无遐尼啊愤怒，无像我第一届少年的时阵遮尼啊。哇！要甲人相拍，要甲人订高机，订高机啊！要甲人拼输赢啊！即阵袂啊，即阵就是讲，每一个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的时阵，你毋是讲乌的、白的，还有一个褐色嘛，和肤色啦。是，我是讲和肤色。瀑布啊，这看无啥出什么色呢？真是啊！另外干巴底的时阵，坦白讲，伊拄好去内底看。我虽然心情无共。当阵少年的时阵，你唱即条歌，可能有淡薄啊，就是爱惊诶，惊啊！甲阮老母讲，你放心啦，你甲我讲诶话，我交代话拢我拢了解，你放心啦，我会加油啦！即摆老母走啊，你唱即条歌诶，迄个角度无共。虽然你内底第一句唱出来就哭，我嘛是知影讲但是你唱诶时阵，迄款。历尽沧桑的迄款心情较重所以你唱会较温柔，较无像我迄当阵用。其实我知影迄当阵的歌声有足压抑的成分伫内底。即阵就是放了较开，也无管伊唱了到底是有好还是无好，是毋是爱做啥物表情袂要紧，咱就是顺从你的心，你的心怎样叫你怎样唱，你就对伊安怎唱就好。
那咱讲人生的阶段，有当时看山是山，所以你我看到拄来的时阵有一个标题内底，所以唱即个歌嘛是希望讲会使说服咱家己讲，细汉就是安尼甲咱教，咱认为讲即个社会也是有一寡希望。那看久了，咱讲看山毋是山，后壁斗一个即个拄则讲的即个，看即个世界，完全甲过去学的即物件拢甲推翻，拢迄掉，但是。到一个阶段了，又搁回到看山是山的时阵，即个时阵咱看山的情景虽然同样去做山，迄个意境是无共款。你欣赏迄个山的心情嘛无共款。同样你要甲过去25年前的歌摕出来唱即个过去阿母讲的话的时阵，迄个感受，我想迄是完全无共款，已经毋是迄个。强迫家己讲，咱过去有这个教时时代，即款的教时，咱应该爱安怎做，已经毋是爱安怎做的问题啊。我讲这是会使25年后有法度，我甲过去的歌摕来重新编曲、重新去唱。我讲迄个情景是足趣味的代志，情景足趣味，心情无共那足趣味。嘛证明讲25年前的歌，到当也是有迄个价值。而且我阁唱会得起。因为进前我发生代志，就是我的胃食道逆流嘛，鼻中隔弯曲，我内底生一粒哪气啦，就是迄良性瘤啦，挂破，所以我抱做我一世人可能无法度阁唱歌，但是迄一天你去唱第一条歌，就是录全世界你弄咧录，我甲制作人讲敢一定安怎硬到，迄条歌足歹唱诶啦，用不要紧，你试看觅啊。结果第二天入去诶时阵，哇，喙一开，声音一出来，我就知影 OK 对啊，使用要练咯，我会使唱咧，有如神助，其实就是神助啦。就是你爱先起心动念，生命才有得到啥？真是，就是安尼一路行来，非常的感动。对啊，但你后壁有一条歌，我讲趣味是真对照着咱头前一直讲，你伫台湾甲金门之间的即个来去的即个物件，就是我心所向的所在，我心所向的所在。故乡这件代志，我最近伫做节目，定会牵涉到故乡这个主题，或者其他的节目内底，我一直伫讲一句话，就是人爱离开故乡，才有故乡。你一点迄个所在。金庙的起心嘛，所以咱其实是无什么感觉。但是人一旦离开故乡，翻头去看家己，才知影讲我的文化是啥，我的故乡，我的语言是啥。我敢无共款伫搭。你家己伫做即条歌的时阵，比如讲头前斗道即个意义内底，即个斗道片啊，讲每一地拢是你人生的经历，所以斗成很仔细的你。那我心所向的即个所在，你离开金门了后。翻头去看家己的故乡，迄个心情到底是？因为你过一段时间是搁踮伫咧故乡，虽然讲这是你的决定无毋对，但是换一个角度讲，其实你嘛是绑伫咧遐，对不？你嘛无法度离开。那最后阿母嘛离开啊，吼，那你有法度又搁走来走去，转来到台湾，其实台湾对你来讲嘛是转来，因为你踮台湾的时间其实嘛就长。所以我讲异乡嘛是故乡。老母有一句异乡也是故乡。但是我相信平拢是即个乡。台湾甲金门对来讲意义一定无啥共款。即条歌内底迄个故乡，你安怎去看待即个目前即个故乡？故乡对我的意义存在，是都若亲像有足侪台湾人。就是毋管什么原因，就是流亡海外，但是台湾对伊来讲是永远的太阳。伊就是一年向日葵嘛，一年即个太阳花。所以不管日头里丢不管伊飞到世界什么所在，但是伊的心永远都向着伊的太阳，伊的家乡。对我来讲，金门也是共款。台湾是我的国家，但是金门是我的故乡。我每一届，伊若亲像我的老母啦。不管是我若拄着悲伤的代志，拄着什么想袂开的代志，拄着什么委屈，我就想要回去。回去的时阵，去闻到，比如讲，我大概落去闻到迄款牛屎味。因为大家你养肥是用，因为迄牛屎嘛，空气中其实来毋是花香，是迄款牛屎味，但是牛尿牛屎，但是我会感觉迄个味，足香诶，那迄个故乡诶味，伊会对我
心灵来讲，伊是足安慰我的。是我转到起厝的时阵，虽然无像较早有阮安尼啊，安尼我大啊，吼，无啊，但是我转去的时阵，看着厝迄款模样，阮内底家神啊，遐神明里，我拢会甲伊烧香拜拜，讲啊，我大啊，对我伫外口过了真好啊，请你毋免担心。所以对我来讲，金门的存在就若亲像我母亲的存在。所以我会去写这条歌，就是我对我来讲，我就是要写阮母亲、阮老母的一条歌。你永远若亲像日头安尼，我就是太阳花。所以这其实嘛是一个等于讲，伫咧写家己阿母的歌，我感觉会使安尼去做咧。因为做一个外地人，应该讲台湾除了台北以外，我相信真侪人拢有伫咧外地生活啦、做工课啦，或者是读册的经验。我读大学时因为离宜兰嘛较远吼，迄时阵佫无即个雪山崩空。我是拢爱坐火车，就是为台北都爱坐火车。有当时若较时间无配合好吼，我会拄着我伫台北车头停候甲即个天长关的时阵，可能4点5点的头班车去登到宜兰。那坐火车的时阵，你就会看到即个顺即个海景一路过。宜兰人上有名，就是讲阮看到鼓山岛，就知影讲。厝到啊，宜兰到啊，迄个心境有，但是咱会需要一个代表性的物件，比如讲鼓山岛，这就是宜兰人一世人，你就是记伫足深，你的海永远拢无即个平水的海平线，永远都是遮久伫遐。迄就是阮的心情，就是我只要看到鼓山岛，看到鼓山西头，我就知影伊头向倒一边西，就是我是要离开故乡，还是要回到故乡？因为鼓山岛较特殊的，我讲鼓山的西头吼，你溪南溪北看到的袂使讲鼓秀是无啥共款方向吼，所以这是阮的一个感受。我一定感觉讲，只要你是为家己的家乡故乡来到其他所在，伫咧毋管做代志啦，伫咧做工课讨生活，伫咧回到故乡时，迄个心境。我毋知每一个人伫看待家己的故乡的心情是啥，但是我相信，毋管你对家己的故乡有什么款的豆仔无满意，还是讲希望豆仔会使甲伊身上，迄个你心肝头内底有一块属于你的家乡，属于甚至像你讲的，这是属于你甲阿娘的连接这件代志，这是真重要的所以内底有一款。我讲对所有的在外的人，即游子来讲，拢是一个会使有共感的代志。所以，尤其像你安尼走来走去，你个毋是讲坐火车就会到，你知影？所以我讲迄个距离，其实是对真侪人来讲是搁较大的，搁较困难的。你若今日风雨较大的，其实你就足歹转啊，对无？今仔起雾无吼，你就无法度啊。你讲咱大梦都差不多免讲啊。我毋是伫台湾讲啊，无飞机啊，阮讲飞机啊，毋飞袂要紧，我还有车嘛，所以少年的时阵想要转去一届非常的困难。虽然即摆已经较有改善啦，对，但是厝对我来讲，伊就是一个充电的所在。转去不管大2、3工暗时的时阵，我拢会坐伫即个深井头啊，是迄个来好坐来好想。感受到阮兜的神明对我的加持，对我的安慰，感受到阮的祖先想目睭一开，你就想着讲我虽然安怎，而且安怎生活2、3工以后，你就感觉充电充饱充电宝。这就是若照当的这个现代惯势讲法，就是你是哀人啦，哀人，就是需要透过家己独处，需要透过回到你家己感觉安全的所在来。得到这个能量，迄个故乡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所在。我相信对真侪人来讲，拢有这款的感受啦。当然，你这个对大部分拢甲你的家乡啦，甲你的这个亲人，或者你人生经历较有关系。独上尾这条歌是我感觉就笑的，你会感觉就跳痛吗？你讲，伫咧讨论这个物件，我讲内底伫这专辑内底10条歌有一条足跳痛的歌。是。但是当然因为伊足趣味的，所以伊会使大家一听再听。内底有真侪
逐啲讲嘅物件，敢若即条歌可能会使讲足久啊啦，讲是因为内底本身伤过复杂啊。因为头前遮个你人生嘅历程啦，你嘅思考、你嘅想法，基本话是伫内底一个表现。我讲迄个表现就是讲，这是甲你嘅在地嘅连接足重嘅。独即条歌内底。我袂使讲南腔北调，连阮基南腔都有，我毋知你讲啥。啊，还有阿美族话，对无？啊，还有客语。我来讲即条歌，为什么当初要写即条歌？台湾第一味。台湾第一味。因为有一个主持人啦、主播啦，吼，伊就讲，伊就要出册就对啊。伊要出一本册，叫做伊要教逐个迄食谱。嘿，是。煮食，你要知安怎煮食？煮食的册。但是伊互我一个任务，迄个指示就是讲。只内底爱讲着四大族群，原住民、客家、台语甲迄个外省。内底爱写着足侪食诶即款吼，伊写诶，伊有写歌词互我，但是我嫌伊迄歌词足爽，无意义啦，就是一般迄款即一段台语人唱，即段客人唱，即段原住民，我感觉即种民国。几百年啊！你知你还佫唱这实在太无意义啊！但是我雄闪过一个意念，就是我记得有一天工作收工要转去厝的时阵，我去经过一个捷运站，一个头家娘伫遐咧卖迄个蚵仔面线。是，我想讲要转去也无物件通食，诚久也无食着。我讲头家娘，你互我一碗蚵仔面线，用好。结果边仔一个小姐哦。有哪拄好，到我差不多时间来用，我嘛要一碗。这时阵做了的时阵，伊向头家娘向问一句讲，敢要盐水？我讲我盐水空。边仔讲不要，阮两个人听都滑头，你知我了解。我心内 OS 就是讲，你食蚵仔面线，你毋加盐水的时阵算食蚵仔面线嘛？是。但是我会使看落目睭内，你甲咸讲，哎呦，你哪会食即款遮恶心的物件？你知？雄即个画面人闪过我的头壳内，我就感觉讲我应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写即条歌，比如讲，我从细汉看布袋戏，温州大老劫，苦海女新娘，因伫车边讲，咱到底是什么人才是台湾第一水第一味啊？但是我甲大儒侠改成大老劫卤肉饭的咯，所以。温州大老街伊的代表性就是卤肉饭，对我来讲，卤肉饭就是台湾味嘛。伊就是苦海女新汤是地血汤。是。但是因为内底你落的时阵，你演绎的时阵，雄写声着讲，因为我咧做 OS 的时阵，一句话毋是讲生活安详。你才知影讲原来温州大老街是客人啊，伊是客家人哦。但是这个雄这早人啊，这个地血汤。伊就讲，伊讲迄阿美族的话啊，我听无啦。我来替大家读一个，哥哥吉福德来吉索，伊的意思是讲，哥哥你要强壮。你就 man 呢，就有男子气概的感觉。这句话是迄个张震岳岳母甲我讲的，因为我试过去找人在，结果伊就讲，你是要听到一口音嘛？因为有八个口音，我讲你凊彩呀啦，伊就去找张震岳因张南甲我讲一句，是，对不？因为伊要强调的是族群融合，要强调台湾的第一味，所以我当初来讲，我咧想讲，咱大家咧讲台湾上水的风景是人，为什么呢？因为爱，台湾的人有爱，有族群融合，才有这款水的这款好食的物件，大家才是变成上水的风景，所以这两个乱来呀，伊到了尾才知影讲，每一人拢是台湾第一味，因为。爱才是正港台湾第一味。你这条歌实在是，我听的时候感觉小小，而且那小小内底有熟悉淡薄面色，你那会小低头配的面色，就是感觉。我一看果然呐。后壁迄个编剧、迄个配角、迄个童根生，迄个声，因为就是宜兰人的团体嘛，佮加上你的词佮趣味吼，伊个词其实看起来，因为大概使去出来看卖啦，因为内底讲足侪即个什么蚵仔面线啦、碗粿挂包、东仔米糕、臭豆腐，等足侪地血汤啊啥，足侪看起来只是甲真侪食的物件放伫咧内底。毋过我有感觉，我有察觉到你伫咧写的时阵，其实你会去注重到即个物件，比如讲。苦海女新汤其实咱讲苦海女新娘嘛吼，伊是水人无水命。毋过你伫咧互余佩珍、余佩珍伫唱的时阵，是唱讲人是水人也水命，所以我伫挑工诶。就是
即个物件其实你有去注重着，我毋是讲我物件别人元素叫来囥落就好啊，吼，其实是去思考即个物件到到到后壁到底是什么物件？你到底用这个物件到最后是想要讲什么故事，也讲什么款的议题？这是我感觉最趣味的所在。人情一流，饭一流啊！这是某某某地戏款，对，我地戏款，某某流，所以这就是趣味。但是伊的趣味内底其实是有真大的议题，包含族群，包含语言的变化，那当然嘛包含有一本册吼，迄位作家，迄位主持人。因为就该甲别人看断了，所以安尼歌词啊，爱个人出一本册，就爱个人做一条歌嘛，是真粗赞咯。但是我感谢伊，因为出册要叫我写这条歌，就是讲我才有法度，而且伊互我足大的空间，就是嫌伊的歌词歹，所以我家己来写。我甲你讲，这就是伊牺牲家己啦。有一款即个用心良苦啦，咱才知影。有一款理论啊，讲办公室有阵啊，大家会小少讲，咱中昼来食物件，要食啥做伙定嘛。啊，食啥好无？食啥好无？大家拢讲，哪咪嫌这，哪咪嫌迄，这时阵要安创，要安怎好？即个方法会使定案吼，大家今日决定就讲，啊，无咱食麦当劳好无？哦，即个嘛都食这好无？大家拜托去食迄当然台湾较还好，但是有的所在是拜托食迄。这时后边不管你提议啥，大家讲哦，都买麦当劳，就是麦当劳效应哦。较早有一个这款的理论，就是我提一个啊，你一定甲我嫌的物件，你都有灵感讲拜托这种物件哦，随你就做出，无有阵人会对家己有真济要求。我做这安尼敢对，安尼敢好，这敢是伊要，这敢是我哦，原来伊做出来物件，安尼我自由发挥较重要。所以这条歌其实我有带足侪，咱讲梗。对，我希望大家你听这条歌足趣味以外，你会使去发现到，其实这个原来的迄个 order 啊，就是迄个主持人啊，是，其实有足侪有心的啦。伊希望我会当写这条歌，除了趣味以外，佫会使甲族群融合这款遮尔大的议题写入内底。而且厉害是因为我手头伊迄本册，确实就是这条歌要去配迄本册。尤其是真正是同根生，对，都因本身就怪卡。啊，这歌倒起来，放伫这本册内底，我感觉真正是已经十足啊，已经无法度佫更加比佫较歹的歌啦，实在足趣味。大家若有机会，名主持人、作家阿明先生吼，在节目当中来甲你发声，会找时间会来甲伊好好开讲一下吼。但是咱。头前歌咱先行，后壁料理我先确定讲伊会炸一寡好料来互我食，我才要做伊来。好啦，咱今日其实嘛讲部时间有限，无法度全部讲，其实大部分的歌拢讲掉啊。因为歌实在伤趣味啊，有真侪大家咱讨论的议题啦，所以时间嘛差不多到遮，我嘛无法度继续讲落，无咱就真正是讲上久吼。那毋知今日对这集的内容什么款的想法呢？吼，这集你听了若是有介意，或者什么款的指教甲建议，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box 还是 First Story 的 YouTube 买晒互老话互我。但是你收听的平台是 Apple Podcast 还是 Spotify、Mixbox 嘛，希望你晒老好个，这份收番一寡鼓励甲支持。Facebook、Instagram 查找亚特聊天，你使看到较侪节目内容的补充。若是朋友伊咧决定一杯咖啡、一包脑糖，一个鼓励阮做较侪创作，嘛使点下 Show Note， 也是随便开的赞助连结网人啊。家父是随意生意，食水天蓝山，表示咪大，比如我嘛介，无论谁，拢感谢你支持咱今日就到遮咯，拜拜，拜拜。我是一碗风流过城市过流情飘撇的卤肉饭。纵观南北走找对手，实验成为台湾的第一名。我心动太心，不动太笨，无咪通做动。人情一流饭，一流。啊哈！
这时阵，泸州大路桥甲土海女神堂，两个人伫台湾的内地相拄咯。一时之间，天雷高动地火，一发不可收拾。啊，生命安详。哥哥，欺负的来kiss。有了这场命运的小赌，因才知影，只要心中有伊，啥款拢是对的。哇哈哈哈哈哈！特别感谢家父甜苗乡福金方案的赞助者阿莹、阿文、恰拉黑恰拉、伊文、瑞基、张文珍、Arthur 阿川、Patrick 阿派、永川、阿里嘎瓦、尤里。尤里讲，不管伫咧叨一个频道，拢支持感谢阿德简内克创作遮尔侪好节目努力。无论是长期福金家父，也是经已通换新甲马斗坐阵。挂金甜美面的天兵天将听友，感谢有恁实际支持，互阮搁较有信心，伫这条路勇敢滑步。